箴言和合本第6章1至35節。我兒，你若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擊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，被嘴裏的言語捉住。我兒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當這樣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懇求你的朋友，不要用你的眼睛睡覺，不要用你的眼皮打盹。要救自己，如鹿脫離獵戶的手，如鳥脫離捕鳥人的手。懶惰人啊，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，就可得智慧。螞蟻沒有元帥，沒有官長，沒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，在收割時聚斂糧食。懶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幾時呢？你何時睡醒呢？再睡片時，打盹片時，抱着手躺臥片時，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來到。無賴的惡徒，行動就用乖僻的口，用眼傳神，用腳示意，用指點劃心中乖僻，常設惡謀，布散紛爭，所以災難必忽然臨到他身，他必頃刻敗壞，無法可治。耶和華所恨惡的有6樣，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7樣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謊的舌，流無辜人血的手，圖謀惡計的心，飛跑行惡的腳，吐謊言的假見證，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。我兒，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或譯指教，要常繫在你心上，掛在你項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導你；你躺臥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與你談論。因為誡命是燈，法則或譯指教是光，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，能保你遠離惡婦，遠離愛女美的舌頭。你心中不要戀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，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，淫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。人若懷裏猜火，衣服豈能不燒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腳豈能不燙呢？親近鄰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，不免受罰。賊因飢餓偷竊充飢，人不藐視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賠還7倍，必將家中所有的盡都償還。與婦人行淫的，便是無知，行這事的，必喪掉生命，他必受傷損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恥不得塗抹。因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，報仇的時候決不留情。什麼贖價他都不顧，你雖送許多禮物，他也不肯干休。